健康不求人。市面上橄欖油有咁多款，點樣揀一支真正健康、高品質嘅橄欖油呢？呢支希臘原樽直送香港嘅 Olive Plus Oil 有機特級初榨橄欖油，用咗被譽為橄欖之後嘅橄欖果實壓榨而成，多酚含量高達每公斤600毫克，係一般橄欖油嘅2至3倍。用咖啡做比喻，就係飲咗杯 Double Shot Espresso， 但裡面有嘅唔係咖啡因，而係多酚，一種天然抗氧化劑，唔單止可以延緩衰老、改善皮膚光澤，仲有助消炎。呢支油含有豐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，有效降低壞膽固醇 LDL， 同時提升好膽固醇 HDL， 減少心臟病風險，亦都能夠促進腸道蠕動，改善便秘。最新研究都顯示，多酚同健康脂肪酸有助保護腦部，提升記憶力同埋專注度。品質方面絕對有保證，獲得多個國際獎項，包括11項全球認可品味大獎，仲有歐盟原產地保護認證，即係當地採摘，用傳統冷壓榨法入樽，確保100% 純正。想煮嘢有鑊氣都唔使擔心，佢嘅煙點高達210度，無論煎炒、煮焗、燜蒸，甚至油炸都得。由地中海沙律到中式炒餸，一支油就搞掂。而家香港、澳門獨家代理推出優惠，原雙65折，健康碼觀眾輸入優惠碼即刻再減多100蚊，仲提供全港免費送貨。詳情即刻去資訊欄度睇下啦！